大家好，歡迎嚟到陳公子藝廊遊園 Art Promenade。講藝術唔使扮高貴，識玩先至識欣賞先啊！導覽開波前 CLS 行先 ，like subscribe 記得撳埋個鐘仔啊！各位，最近有個新聞搞到我個收藏家群組震晒啦，話係跨界別世紀大撞衫，主角係邊個呢？就係我哋嘅老朋友周杰倫同埋你哋嘅美國閨蜜 Taylor Swift。兩個嚟自唔同文化、唔同世界嘅超級巨星，竟然因為一幅畫、一個悲劇故事隔空撞靈感。係咁嘅，周董前排喺 IG 貼文話自己有個 MV 早就拍好咗，點知俾一位擁有同樣靈感嘅音樂人搶先出咗，搞到佢有啲傷腦筋。佢附上嘅 MV 畫面明顯致敬緊一幅好出名嘅油畫。然後各位神探網友一夜就鎖定咗周董講緊嘅，咪就係啱啱發佈新歌《The Fate of Ophelia》MV 嘅 Taylor Swift 咯。個個都話：哎呀，周董同人撞橋喎。但係本公子要話你知，呢個故事只講對咗一半，因為藝術呢味嘢好似飲酒咁，同一支酒唔同人飲唔同風味。兩位天王天后撞到正嘅係莎士比亞四大悲劇《哈姆雷特》入邊嘅悲劇女主角啦，奧菲利亞 Ophelia。點解 Ophelia 點解咁迷人呢？俾兩位天王天后睇上咗呢。Ophelia 嘅故事你就當係古裝版嘅慘情愛情故事。佢老豆俾佢愛人哈姆雷特意外殺死，搞到佢精神崩潰。最終拎住一堆花想掛上岸邊嘅柳樹時失足跌咗落水，但佢冇掙扎，只係靜靜咁唱住歌，然後香消玉殞。呢個死亡嘅瞬間，冇掙扎，冇痛苦，只有一種令人窒息嘅詩意同美麗，成為咗無數藝術家嘅妙思女神，好似一個永恆嘅視覺意象。但係周董同 Taylor Swift 睇中嘅 Ophelia 其實係兩幅唔同嘅畫啦。呢個先係呢次撞靈感最值得玩味嘅地方。如果喺視覺上做拆解，可以話一幅係華麗到窒息，一幅躺平住咁對抗命運。周董致敬嘅係前拉斐爾派大師約翰艾弗雷特米萊 John Everett Millais 喺1852年畫嘅 Ophelia。你睇呢幅畫就知道點解佢咁受追捧。米萊用咗極致嘅細膩不足。Ophelia 身上嘅華麗服裝係用最靚嘅顏料一絲不苟咁描繪出嚟，但係呢種華麗反而襯托出佢內心嘅殘破同脆弱㗎。佢個樣望住天空，眼神內滯，微張嘅嘴唇，好似想問一句：點解你要咁對我？成幅畫充滿住詩意華麗，但係又悲傷得令人窒息㗎。佢象徵住愛情嘅背叛同生命嘅轉瞬即逝，係經典嘅淒美代表。而 Taylor Swift 嘅新歌 MV 呢，雖然開頭都有米萊嘅影子，但佢主要致敬嘅係德國藝術家弗里德里希·赫澤 Friedrich Heiser 喺1900年畫嘅 Ophelia。Heiser 赫澤呢個版本呢，風格呢就浪漫得多㗎。畫入邊嘅 Ophelia 咧，好似瞓着咗咁，身體被鮮花包圍，靜靜咁躺喺水面上，冇米萊嗰種強烈嘅戲劇性，多咗一份寧靜同埋安詳。最重要嘅係咧 ，Taylor Swift 唔單止致敬，仲要顛覆佢。佢嘅專輯《The Life of a Showgirl》就係講佢成為 showgirl 嘅幕前幕後。喺 MV 入邊 ，Taylor 扮演嘅 Ophelia 唔再係槁木死灰，任由命運擺布。佢張開咗雙眼，直視鏡頭，帶點挑釁意味，好似要對抗命運一樣。佢用呢個經典悲劇嚟表達現代女性嘅強韌，就好似佢歌詞最後一句咁講：You saved my heart from the fate of Ophelia。Taylor Swift 就係用 Ophelia 嘅殼裝咗一個勇敢而且堅強嘅現代靈魂。所以話咧，今次嘅撞靈感根本唔係撞衫，而係兩位大師級嘅音樂人同時睇中咗一個充滿情感爆發力嘅故事，然後用佢哋自己嘅文化同視覺去同佢哋嘅觀眾重新對話。所以今次事件呢，本公子有3個重點想講：一，要分清版本，唔好人云亦云。藝術家同文學家一樣，對同一題材都有自己嘅演繹。下次睇到一幅畫，記得揾埋唔同版本嚟對比下。好似周董同 Taylor Swift 咁，你就會發現更多彩蛋。
二、藝術咧始終係要落地。呢件事搞到 Taylor Swift 嘅粉絲咧衝去德國嘅博物館啊睇黑澤嘅真跡。呢個就係藝術嘅魅力。藝術唔係要擺喺神台，而係要融入生活。三、學習轉化。悲劇呢唔一定只有悲傷。Taylor Swift 示範咗點樣將一個經典嘅悲劇結局轉化成一個重新堅強嘅現代宣言。我哋深入咁探討咗周董同 Taylor Swift 隔空致敬嘅話題。佢完美咁捕捉咗悲劇女主角奧菲利亞臨終時嘅詩意同殘酷，將死亡嘅景象升華到一個極致。講起米萊，點可以唔帶大家去睇下拉斐爾前派呢一個團伙啊？冇錯，我哋而家就去認識米萊所屬嘅一個超級反骨、超級有戲劇性嘅藝術團體——拉斐爾前派 The Pre-Raphaelite Brotherhood（PRB）。如果你以為藝術史好悶，今晚本公子話你知，呢班人嘅故事比8點檔嘅肥皂劇仲要精彩。首先咧，要問一個好玩味嘅問題啊，點解呢個團伙要叫拉斐爾前派？個名已經擺明車馬啦。佢哋唔中意拉斐爾，起碼係唔中意學院派對拉斐爾嘅僵化解讀。拉斐爾係文藝復興嘅3巨匠之一。佢嘅作品同佢所代表嘅古典主義、完美嘅構圖、理想化嘅人物美態，喺19世紀嘅英國藝術學院入邊呢，簡直就係天條啊！嗰時呢啲學生，包括咗米萊讀嘅英國皇家藝術學院呢，被訓練呢去模仿拉斐爾之後呢嗰種優雅，但係有啲形式化嘅風格。但係米萊呢班後生仔，包括但係丁加布里埃爾台羅塞蒂啦、威廉坦霍爾曼亨特等等，佢哋創立呢個兄弟團嘅時候，平均只有20歲頭。佢哋覺得舊嗰套藝術太假、太矯情、太公式化。佢哋話，自從拉斐爾之後嘅藝術就變得越嚟越假大空，缺乏靈魂。所以佢哋嘅目標就係回歸到拉斐爾之前嗰種未被學院規範污染嘅純粹、虔誠同勢利。咁拉斐爾之前有啲乜？佢哋追尋嘅主要係文藝復興初期嘅藝術，嗰時嘅畫作充滿住極度寫實嘅自然景象，可以話係寫實主義。佢哋相信藝術必須忠於自然，拒絕嗰啲為咗美觀而犧牲真實細節嘅畫法。佢哋會好似科學家咁，將每一個細節，無論係樹葉、水草定係人物嘅皺紋，都畫到清清楚楚，務求做到眼見為實。仲有強烈嘅民族主義同埋古典文學嘅加持，佢哋中意畫英國本土嘅故事、莎士比亞嘅戲劇、中世紀嘅傳說等等，用充滿詩意嘅甚至帶啲中世紀神秘感嘅風格嚟表達強烈嘅道德同宗教情感。當然啊，都唔少得強烈嘅象徵主義啊！佢哋嘅畫從來唔會無端端放啲物件入去，每一樣嘢都係一個密碼，暗示緊道德、愛情或者角色嘅命運。總結嚟講，佢哋嘅核心精神呢，就係忠於自然啊，忠於故事嘅情感，拒絕虛假嘅學院派規範。佢哋就係一群充滿浪漫理想，同時又極度要求技術細節嘅藝術界反骨仔。米萊作為拉斐爾前派嘅代表人物同埋神童，佢嘅畫風簡直就係將佢哋嘅核心精神發揮到淋漓盡致。佢用佢獨特嘅技巧，將強烈嘅戲劇張力同埋細膩嘅情感完美咁凝固喺畫布上。我哋再睇多次奧菲利亞，佢點樣將寫實主義同淒美意象結合得咁完美？第一步，寫實到瘋魔。米萊對於細節嘅要求去到一個近乎神經質嘅程度。佢話奧菲利亞嘅背景時，並唔係喺畫室入邊憑空想象，而係帶埋畫架同畫具，真係去到泰晤士河嘅支流邊，喺戶外實地寫生。嗰啲灌木啦、水草、花朵，全部都係一筆一畫，極度細膩咁描繪出嚟。為咗捕捉最真實嘅自然光線，米萊當時係喺冬天嘅戶外畫咗成個月。佢嘅畫作仿佛係一幅超高解析度嘅照片，每一個細節都清晰可見，充滿真實嘅質感。第二步就係對模特兒嘅執着。米萊為咗描繪奧菲利亞漂浮喺水上嘅姿態，佢係請咗模特兒伊麗莎白西德爾，後來成為羅塞蒂嘅妻子，着住華麗嘅服裝，浸喺注滿水嘅浴缸入邊擺 pose。雖然浴缸下邊點燃咗油燈嚟保暖，但呢有一次油燈熄咗，模特兒病倒咗，
米萊都係堅持要畫。呢種對細節嘅極致追求，反映咗佢哋描繪眼見嘅死亡嘅景象嘅決心，同時亦都印證咗藝術家對完美近乎殘酷嘅堅持。第三步啦，係情感嘅爆發同爭議。米萊嘅作品初期經常引起巨大爭議，例如佢另一幅名作《基督在父母家》The Carpenter's Shop， 因為太過寫實同貼地，將聖母瑪利亞畫得太平凡、太唔優雅，引起咗當時藝術界同輿論嘅強烈批評，話佢係褻瀆神聖。但正正係呢種對傳統嘅反叛同貼地，拒絕用理想化嘅面具嚟掩蓋真實，先係拉斐爾前派最有趣味嘅地方。佢哋相信強烈嘅情感同真實嘅細節先係藝術嘅力量。米萊就係用咗呢種神經質嘅寫實主義，將故事嘅戲劇張力同細膩嘅情感完美咁凝固喺畫布上，搞到啲人一邊鬧佢反傳統，一邊又俾佢畫入邊嗰種美得淒厲嘅氛圍深深吸引啊！講到拉斐爾前派，特別係米萊呢，唔可以唔提佢哋嘅金主爸爸同埋最八卦嘅感情瓜葛。英國當時最權威、最有影響力嘅藝術評論家羅斯金 John Ruskin， 佢係拉斐爾前派嘅忠實支持者同主要擁護者。佢寫文章為呢班年輕嘅反骨仔辯護，批評嗰啲古老嘅學院派。可以話無羅斯金嘅加持，拉斐爾前派好難喺當時嘅藝術界立足。但係呢，劇情就嚟高潮啦。羅斯金本身有位太太叫艾菲格雷，佢哋喺1843年結婚。米萊因為幫羅斯金嘅太太畫肖像而認識，朝夕相對之下，竟然發展出咗一段禁忌之戀。最後點呢？艾菲同羅斯金解除咗婚約，再嫁俾咗米萊。邊個叫羅斯金對成年女性唔感興趣啊？呢個係當時嘅一個玩味嘅梗，因為艾菲同羅斯金嘅婚姻最終以未完房事為由宣告無效，令呢段藝術史上嘅三角戀充滿咗爭議同戲劇性。呢單新聞轟動成個英國藝術界，搞到米萊名譽掃地一段時間啊！但係亦都側面印證咗藝術家嘅生活永遠都比佢哋嘅畫作更有戲劇性。羅斯金、米萊、艾菲呢段橫刀奪愛嘅三角戀，就好似佢哋畫咗一樣，充滿住細膩愛恨交織嘅複雜情感。呢個故事啊，同時亦都展現咗拉斐爾前派對女性形象嘅迷戀啊！佢哋嘅作品呢，經常以呢啲充滿戲劇性嘅女性角色作為主題啊。所以下次你去睇米萊或者任何拉斐爾前派嘅畫，本公子有兩個建議，幫你解鎖佢哋嘅作品。第一個建議係放大、放大、放大，唔好齋睇遠景啊！你行近啲啊，睇下佢哋點樣處理頭髮啦、絲綢啦、水草啦、泥土啦。佢哋對細節嘅沉迷咧係前所未有嘅。你行近兩步咧，就會發現咧呢種畫法簡直就係超高解像度嘅油畫。你甚至可以玩一個觀展任務，睇下你可唔可以數到奧菲利亞身上有幾多種花，然後喺你本筆記度畫低佢嘅細節。第二個建議係揾 symbolism， 留意畫入邊嘅花、動物、物件。拉斐爾前派嘅畫從來唔會無端端放啲嘢入去，每個小細節都係一個密碼，暗示緊聖經故事、神話或者角色嘅命運。例如喺奧菲利亞入邊，每一種花咧都係有特定嘅含義。節目嚟到尾聲，啱口味嘅就記得 like 同埋訂閱，留言話我知下一站想去邊啫。你中意米萊筆下呢種美得淒厲嘅藝術，定係更愛黑澤嗰種寧靜嘅浪漫？我係陳公子，講藝術唔使扮高貴，識玩先至識欣賞。夜未央，下集再遊園。